王千岁身登大宝，文武各有上帝接驾。金牛长来让龙首的送的小他给出来杀，前者有旨，有事出版启奏，无事垂帘退班了。别让神医不后国军事累积起罪我王千岁，累且后罪。你去杀个角色，执牛长。执牛长大高晓得高不人，你让去个角色，哎呀，你要做皇帝的，开国皇帝大角色，所以你个角色叫公商，也不是老商，也不是小商。因为妻子个角色像皇帝，那三个河头卫士，陈玉良60卫兵，兵进金陵，当到金陵城啊，执牛长身登大宝，众爱卿列为先生。最近海神玉良副都开兵，兵进金陵，众卿御后良策，说说追来，还是小皇帝。你得讲是讲不我试试个，这个众位爱卿6位大臣，那个陈友良不上路了，他60万人马打到金陵来了，你们大家想办法拿出来，拿不出办法，你妈妈我会赶我看牛去了。不讲执牛长的，请治国。去是西路赵讨应信，命上虞臣兵进营国府，早被知两众。神公正罪，雷包回到位置上下，执牛长黑上上玉帝，马条为将上虞臣松绑守着。朕吴国公身为将军上河，今吾王见书。神公此后西路赵讨应信，兵进营国府，早爱知两众。臣令承诺糟蹋人心，所以在小他给门一上500人出去太白。中文武到朝王里，上虞臣一口手语将官塞了朝王里。这年里我要开兵，既然大家塞了了嘛，我来讲一声。实际上上虞臣啊，你多么好的，你要开兵回到自家油门上向过把，文武官员才会派人来看的。李守千日者，咋起么第一次做糟蹋？众位先生列为将军，本糟蹋30之后开兵，貌似虚将，身抽发兵，尔等不得为令，为令得斩。不晓得上虞臣啊，那个2只水晶的革命好的，官面也好的，虽然各扎国里不能的，啥道理嘛？各扎国里离了黑相同。刚配5道黑，吃嘛是头吃，2只水晶的奇吃说了那个不对了。5道黑对上虞臣已经有意见，啥起么始终谁当采杀机之后功劳越来越多。上虞臣地位还越来越高，但是上虞臣的人秉性骄傲，而且那个部队对百姓特别凶。5道黑可不认哎，这年头你某条为讲，我随托参军长，你王兄御敌，我御敌王兄，啥地方退位？我虽然不是几个死了空呢，现在你做糟蹋，我对待西风。哦，谁这里说他我不对了嘞？怎么讲子啊？你跳起来呢？他们能跳起来没事体。可上一阵谁要讲？哦，对不对？以前这事咱花过来花单来不对了，没讲得清爽。5道黑不想，啥起么里手与之干？只要我给他一抄了，讲起来刚度大闹守望，没
本日心里想等到上房里想退出来，胡大黑上马背，大领水我回到屋里，司马律永称回府，我马背到里向清当郎向，当中有一只独副台面红木袋子，吓得我以后到自屋里向发出来，拉起球队猛针袋子龙，当一球的上个裂头来，独副台面咵裂开。搿只袋子欢喜个哟，红木个啥个抬高来，刚子看见袋面花脱心痛，球队口痛，2痛并1痛，我操你个祖宗！不要你个面孔，做了糟蹋你说狠了，外领立在，谁这里少500对让主啊！你晓得500外领啊？他们闹本来不外领，现在你开兵，老子不打。看你也该闹耍，我是雨水出金花，只牛长得里清水插了头浪像2度金火，天台都不报，是我忙着里向一飞。吴道还有2个副将，一个叫曲龙，一个叫张金，这2个高头对你特别好，像弟兄在讲，一口嘛，哎呀，唱着，讲是发钢筋的，要进到赵太府刑上。常遇成身边4个弟兄张和罗的神的王子，这里都讲出事情的。你都阿哥让上房里向刚才你在水这里去说了胡大海不对浪向，现在胡大海是你都阿哥开兵的负担。好，那怎么办？事体上没啥事体的，可你个将军的脾气你都晓得的呀。胡大海那只要请你吃子一顿没事体的，这么私人吧。所以你都拿点动地出来，让吴大海吃得么好着呀！而且吴大海个要求低来些，那个马路边老向，这个是爬档里还要上的，一直有的吃么收拾了。嘿，只能把当场自己当当当修到里向，对子常遇春大哥，说的啊，石岗都出事体着。为领你在那水地里去说了吴大海不对浪向，现在来开兵抗日不当。算了吧，拿点钱出来让他吃一顿就没事了。什么的？我有这种事情。哎呀，我为领这战，我现在的技巧发过去，人家都说了不对了，我不留心。哦，恐怕得罪人了。为领这战，有这种事情干，各种广东你还去彩礼了，请你吃子下趟，我个糟蹋为危险了，就请你的。那将军出了事，赢我。上阵当然胸部趴了海，心里还有点慌的，晓得广东兄弟啊，说得出做得出的。1年、2年，到今朝第3年，上阵一老清早怕人到胡大海府郎向当庭，围出来报告说胡大海府郎动人安排。哎呦，抗日实力为重啊！关大师傅。我队伍到教军长的路浪向堆个秋子，从吴大海永城卫府门口经过。早起嘛，石岗让吴大海晓得哦，这他去在，那么我也去吃吧。那么吴大海看中人一副困眼着，老早就先登了上浪兵辰光，眼睛张头子扶起来，曲龙张金2个人修到给大吴大海府郎将，一直到内堂。那副将好到主将的内堂了，哈！因为胡大海金家长这听指挥夫妻13啊，分半大个头。李是得人家讲，老母跟人家倒追了，实质上高支部了，让金屋得里儿子养得蛮好，养出来个小光头，将原来为了父子交兵了，夫妻相会了。所以屋里向不高兴，连女佣人也不一个。副将副台到内堂，也可以跑到胡大海上门里的了。去！各位老子刚刚困了，睡着了会说话，快起来！起来！美女起来，有啥了不起？刚子起来！来，拿盔甲，快一点，把将军盔甲拿过来啊！哪一个呢？哪一个呢？出嘴吧！各位，我要出去，带去。我要黑手势一边嘛到外头天龙响，最才8号，一帮子都黑我，绑对你怕他自己羞他炸，拎起来别拱。
曲龙长进立了壁老下，有胆量手下来出局，要泼马匹滚！将军啊，要出事滚啊！不晓得嘎子真正一些些，哪里来的？上虞城的队伍来，门口的门公看见上虞城队伍将要到，奔进来报回将军，说家十王是虎啊，不是，跟我刷题亲自送报，这个曹操队伍将要过来了。哦，老让他笑得出，到这个地方来饮酒，骑着来饮酒是马马虎虎，这个你到外面去等啊。是，嘎子些上虞城的队伍，恭喜！门公奔进来报，回禀将军，少官人，这个他们队伍已经过去了。哪一个队伍？曹操的队伍啊！老张看呢？他对里面看了一看啊，你这个里面有啥好看？那我也不知道，管你哪个的。上虞城啊，上虞城，这个你人不下马嘛？说帖子总归要来是吧？帖子上没得一张，这个现在弄得我路上什么的了？每次弄得路上什么不走？我到给了李相自家上搞。不晓得曲龙长这两个人分罪，谁让上场去？听见胡道海浪是要有帖子嘛？哎呦，办法来的，要帖子别当哎，文王给你想有脚帖子来，只要拿上虞城场帖子拿得来称一称嘛，让你去怎么好的我？两高头等文王给你废帖子，上虞城的帖子有的，心急不够，非够咋分晓得了？神光实在就不够，曲龙一口，哎呀，不要找了，随便拿个帖子拿过去给他看了。小弟们刚才一副是实感，随便让你帖子弄上把你看看，我努力听不起不好走啊。哎，对，张金汤吹一张帖子，寄到定心口。哎呦，下面买家看，看一看啥人的帖子，这个非要脑子把人的帖子害人家。那张帖子一开了一个，魏州是来要为门王给曲龙努力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怎么不行了？哎呀，你看，曲龙一看也死个了，眼睛脑子红到还自家张帖子在。刚才死么不是自家红到还三个字，真真切切都不各种认得个样。干什么？回去换嘛，来不及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别去，把他倒过来。红到海比之海盗屋里的人不得了，那不能笑，好，都不能笑啊！连高的得了一下。哎，将军啊，将军啊，两个人没得去拍马屁啊？什么话？你将军不去，我们去像什么样子？哎。这样么才将人在说话，晓得啊？这个哈，来手下来出去。哎，老让他整个屋门口，找里面看一看，帖子啊不拿一装进来，弄得路上什么的？哎，将军，帖子有啊？没得看到？哎，在我这儿啊，在你这里是？你看，嘿，那红到黑张帖子钉个的，你看。刚子，日子两根啊，五子一口，不是，我们倒还比海盗子呀，个大子要出来不是？说了海里边的俺人得出来，
跟不是嘛不是这样，你会长高那样了。3余春啊，这个有帖子，我来拿快讲。那把武大黑我忘的，身上像地笑嘞，对上像冰条愉快，快分谁茶翁用去对对谁谁绿黑大老辈。身上像边条鱼手指李鬼加巨藤绿色不杂，红心情光华手杀四枚大那个头2笔分票，加来一群金龟龟大，加上像同胞队去包跟飞的岁月的连铁砂好绿，云根走雪背心浪像4米北林，与4米叫微风级，这个只有对内真是风雨，红大黑2道高眉一对红木。高粱的放去2寒其中，看下个2根红树，斑斑暗水像公针一样。这个是实时引用，说明你胡子硬得了像钢丝，不是真的钢丝啊！你胡子是钢丝，这种胡子还肯剃脱的了。你来了马路角子头浪下把人家到车抬过来，那是吧？钢丝都脱了，不要紧，那拍根去了，我要3钢挂了。一切在是大罗章帖子莽真子热嘎头领意思，这个带马啊呀，马大过来，红大黑地大灯上马背头把好。这个胡大黑现在马上赶到叫军长，不是的，是下真好。叫啥胡大黑队伍白富宽。啥道理嘛？因为胡大黑自家口出身，你对水我有余，特别你不许欺负老百姓。啥？你要欺负老百姓，把你科技不得了。所以让你队伍里向跟老百姓还抽来抽去，俺兵丁科技老百姓好干，非要一帮上杆子老百姓，可是胡大黑要拿个兵丁拖过去吃啥我个？队伍往前头走，胡大黑骑了马背上。2米的底高刚刚老开把门被3、1分走了，刚才胡大黑骑着马背上讲，这个你啥？这种开店的嘛有科技来，这种西风枪，这里当着或是鱼米之体。嘿，将军来着，早，将军来开兵啊！兵进宁国府早安朱良忠，看看朱乃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到功人。这种铁带的吧，有这样拿了一马背上想，嘿，再讲，你买什么这个？买芹菜的，你这个菜还好吃的，这自个买个菜嘛，总归刚好吃过啊，好吃的，你这一袋芹菜送到我家里去啊。那些实干们哪非要他们？张春老早道教军长中文武人节上义武党3余春15定。神光一道报，回民招讨，冒失到地马的神光灯，啪！中军官拿后面插拿过来杀，削开来一口，第一个名字胡大黑，对对真师傅，名下的不来，地背呀地名呢？你把到现在还是夸啥的，以前还是讲王于战人。就记得3余春晓得胡大黑分来，那么哪能土地神王吧？王于是胡大黑和三子哟，口气西上不能确实觉得呢，哟，拉金巴嘛是吧？一个地名地物嘞。从毛地武胡大黑分道3余春关照送神堂，没个规矩，弟子一马啊，吃神堂只不够赞，彬神光，神堂吃我第2嘛。我大保兵招讨，先锋将2马未到，陈局长每天等到2毛第5么胡大黑，神居不居。那么讲，你不记得再弄我小文人了？
搿种不可以，只好第三嘛。哦，我大好，报名招讨，先锋将三毛未到。三毛未到，把士兵帮忙了，帮忙一个事。照道理，先锋将递到三毛手上，三毛不到杀，以身作则。现在报上来叫三毛未到，还就是讲，在上雨出浪第三毛工程当中，事故胡大海倒可以插毛不杀队。陈局长每天等到三毛第五，胡大海回复来。上次这个辰光，哪在病头去？不晓得你为了嘛竞赛了哟？不办法嘛，上神大领高浪向白有领子来，顺本招讨将领沙门先锋将云红三毛，我到杀，起码个脑子领子，我意不到，不晓得讲是来着，已经到教军长门口。门口的兵丁口气带下马，下马了。先锋将阿豪骑马进教军长。招讨没有到，可以骑马。招讨已经到了，马上下马。说得有理，马上上马。吴道还跟你好，不管你职位高低，只要你讲得有道理，听来。我进教军长来了。奉招讨将领查问先锋将元和三毛不到。吴道海这你对上玉成兄内裤的一个水娃兄的丈夫强调，老子在家里出去，你来，你过来，这个哪个上写吃啥我干？为这去报。回禀招讨，先锋将到。哎呀，是让我里吃醉哦！上玉成到吴道海到底去报弟兄啊！你都自家人，我干了当中嘎子做啥呢？上玉成大，临阵忙着领家郎想猜测嘛，吴道海忙着要军长李相进来，两帮被兵丁在把好队伍嘞。吴道海，啥题嘛？得到告诉了当责后。上义务当13斤疆场，照道理三毛不到大将是那个奔上去啊！哎呀，后面堂的，吃得不得了，谁要举我来？哎呀，走的啊！我为啥道理三毛不得？刚才坑啊，坑是不是其实我林子家来云多多丁丁了，让江侧浪向搞。都为你方部到义务当上的出堂，加雷军一放，哎呀老师呀，哎呀你来了，早，哎呀老王还来了，哎呀你家早啊！上玉生受了很好的，像你这样三毛不得个大将啊！你像老伯伯到寿锅店里向去吃这种，嘿，老王你来这吃的，好了，你来。招呼！哎呀，老张啊，哈哈，不早了哇！我来得你这了不这？单匹夫，而윤红三毛不到，与我将你这个匹夫！老张啊，我们自己弟兄。而你总归晓得个，我枪不会死，刀不会砍，作为哪把斧头劈，我们一时是个匹夫啊！我为了跟你说笑话了，匹夫与我讲。老张啊，哎呀，马马虎虎了吧？说这么胡道海做女的，哎，你拎得清点。你拿帖子来请我呀！你不请我嘛，我不来着我。我不拿面子，我来着。可大个马马虎虎说，你为啥在老虎上山啊？
与我讲我前走。刚才内心不够安的，好粗容力，讲我女讲，老子在家里出去，是你拿帖子来请我呀，不请我不来了，常玉成听啥么子？我拿帖子去请啊，怎么个分析啊？我，哎呦！非要四等把毛特子我拿帖子去请嘛？回首头来对四等把毛毛四个兄弟啊，现在上面头了，如果你都拿帖子去请我落不落啊？四等把这里要对500个桩事体，那么让你成就你的胡大海啊胡大海！今朝你如果拿得出帖子，我拿招讨将军为不知牛上为刚不中地气。你拿不出帖子，非要挂我，二将铁儿去越来！哼，你当我拿不出帖子了？老如同你讲我养过3年马，晓得你肚子里的年龄，嘿，拿不出，今天拿不出无事，拿得出你是拿不出。哼，看见，你拿帖子来请我啊？讲，那么刚正不离的辰光盯到的呀，你死了嘎头里，现在拿出来一口批准呀，翻转来看看，下一张帖子为2个人各用啊，那嘎头里向默默安慰有2张，嘎了海个3本，心里面清爽，上当的，上啥人当曲龙掌心。可两万人都做得出，我总不听懂。我胡大海自家帖子来请胡大海，哈结子。今朝随便点少年没办法，可胡大海火对头。哎呀，老大，我要紧拿出了，在家里马上回去拿着你看。哎，你不就是来想绿？3月春周女的，今朝你拿得出没办法，拿不出帖子，哼！你要想把带也不要带。来，与我将胡大海拿下了！哇，捆绑水上来！来！已经，这个捆绑水拿得很上去呢，却让我管。老板啊，我看你呀，买块队伍双死拉倒了，教训下哪一个都不敢动。嘿嘿，老子去了。不就是来要报3月成一口好，今朝老子讲哪怕我自家下来也做了呢。张合罗的有难，陈德王之战汉，与我将胡大海下了。是，啪噗噗，4个等把水跳到胡大海死的过一里。胡哥，将军，自己人别动手了吧？是啊，不要动手吧。刚才看见这个4个人吃手，啥基于亲身功夫，你就得打上去不多贴特着，你一家贴内白了个。好，给你们面子啊！这个来，哎呀，稍微帮他松一点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老张啊，你以为我说得了啊？哎，开心，雨水出金花，天台都不怕，看你拿我耍，走动。我大海推下去，到教军上过了队，等举我来。3月成归走来，与我拜一相安。啥子么3月成我杀人了？相安把好我记得那看你4个头，把他那头上像2朵金花，所以杀。我大海看见了让把香嘛，你知道拜香啊？啥叫拜香啊？招讨下来，跟你磕24个头，拿掉头上2朵金花，砍脑瓜。哎呦，这个要说，哎呦，这个要说，我说不管。请你帮个忙，
请你帮个忙啊！你马上到王宫啊，把我家王帝姑姑请得来啊！我给你20两银子啊，也不两，不两，200两，2000两，2万两办不得。非要是600多年前头，你报到今朝还办不得。你看现在这个这个交通手段发达的，距离远呀。教军长了内龙镇，支牛长了内吉子，精神理想的内功呀。你打破一只电话过去，支牛长这打电话马上上摩托车已经发动着，一路老向5把红灯，够到教军长嘛，胡到还头已经落地，看24个头能有救人吗？等到香雾8号，到把香雾兵丁了让抱上去，叫啥？教军长门口的兵丁还让抱进来，那吴道海人有还是那个从地方写出来的。教军长门口的兵丁抱得跨上一点点，把香雾兵丁埋上一点点，搓一只肩杠，外头的水包，回避教头，申驾到，香案全备。皇帝来了。我支牛长是晓得胡道海要死了来距离的呢，因为支牛长本来就要来，早他开兵里要来送死杨国宝。尚玉成一听嘛，晓得支牛长要来，能够吃是吃个辰光，怎么讲？能杀胡道海，这杀！我拿那支牛长到了外头，谁下去？到胡道海看24个头，打他2桶金火杀，所以再来这那支牛长。不过时间一来了，我也问死个。那么支牛长的胡道海叫压下来，一个口牛，一个做狗屎，从小了让一大个，你杀他子胡道海试试看。支牛长马上翻面孔，你弄我皇帝呢，应该了让外头欺君之罪杀，不得理大事。谁去拿支牛长再进来？你送他国宝之后，来追我再杀胡道海。三臣归奏上，众位先生6位将军随本招讨年纪甚小，真令文武官有根子上臣到给大教军长门口迎接施公众且平身。支牛长觉得不对，搿里向缺脱个人了还。啥人胡道海？你搞着胡道海，搿种辰光你怎么搞了点谁的？哎呀，皇帝哥，声音嘛特别高。那不推起个声音，不响。直到里向上衣服上，边上把着林世龙手支牛长15顶，3玉成不开口，像你送国宝送他们带把子，支牛长肯发问上玉的称赞。后帝大海，莫非谁人开兵了么？真是啊！别要弄到海呀！门里还是谁开兵呢？实质上像支牛长，热浪进来的辰光，你已经眼色老像关上。教军长过了头，没等出个一动单，帮来个人，非要弄到海哟！所以故意在门上。可也不能够摸个，陈其水鞠躬千岁，想那红道海精神3毛不到刀一罢了，唯有索马本招讨大闹，引武当公儿，臣将他绑至教军场，就要弹了手。我来这听说。那上玉成骄光非凡，对水我大比你，而且够分人。我只不过不讲，今朝你看看，胡道海刚头呀，哟，大闹义武当了，哟，实在上玉的。像胡的大海遇水对对对呢，黄旗今日开兵，谁在谁锋，恐与出军不利。能否开在神宫门上，密在大海？帮得这样样子，你听听看。出军不利，
你杀武道海口，杀特子我吃饱饭，回走了我还要死啊！你帮你，我放你我。不过你搿种脾气，你口气子你还行不咯？还晓得？臣立能之，来将胡大海送榜。杀！早我有令，将胡大海送榜啊！胡大海等他放松他。哎呀，没有，哎，将军慢点，好，说听，钱，刷个字啊，200两银子，5千你啊！哎，你说把皇帝请来了，给我200两银子，现在皇帝来了，200两银子，你实在我边上动啊没得动，你哪会得去请啊？王八的屁股子，讲这个东西你配得上啊？干嘛吴大海啊？你人就一点刚正上到房屋到上去，坑啊！哎呀，吴大海林子下来就本中一舞到后头上实在人江上，上去落水井，咕噜噜噜滚下来，上去吹波就咕噜噜噜滑下来，一塌瓜子13斤姜草，跌至8个跟头，跌得了头块花大，加入花叉，上衣武当，俺盖头加来军一分，波罗多一曲，赵涛在让。谁将武大海尽找到？哼！哎呀去！哦，那时候晓得皇帝来着啊？那个脾气是好的，哪用的呀？那个脾气不啥人不晓得？两只嘴头一着喉咙一响，把你绑跳起来的。我有得不跳啊！大胆胡大海，想儿3毛不到谁家手干何为？这个外宾糟蹋，因为我老婆跟人家倒居了。这个都让我浑身不搭嘎的事情哦！家里没得人料理家务，今天要开兵打仗，我在家里料理家务，睡得实在太晚，已经闭一闭睁开来，马上该奔教军了。刚刚3马，这种痴女比大王人，明明出过3马，你讲刚刚3马，这个遭到。谁不开晚不开，总是开无有序，单驴单老，这个真遭到失哎！上一声对里口口你讲的吧？我没讲的。皇帝分来的辰光，对我砰当砰当，还有凶是凶的嘞。现在皇帝走了，边老向我弄的咣当咣当，你得做啥人呢？本朝堂要将而斩谁？你至公堂前免去死罪，记大功一声。谁遭他不在人？我大概立起来，立到背囊上头一滴，眼光别过心，心过加倍，一动也不动。只牛上手了海，你对上一层脑壳，当面说句话。总因为大的义务当然，我封历上西湖大将军，发自起个老虎啊！你看现在呢，弄得个现在为什么？起码刚头谁够给？还晓得？大海，你现在还海里个？哎呀！好不到给想写的能发掉的，半不容易。皇帝公公不劳动，织牛长门前一举嘛，拿织牛长上水吐过来，面孔往里个水杯浪向一个，
心里一点点不上难过啊！哎呀，搿种人当演员是没话讲。朱牛长不离哭得嘞，嘿，像讲的啊，一头皮个口啊，说不出语啊，语得了只会哭嘞。后地大海，相而于是，出过罪来。皇帝哥哥，本来我跟大元帅徐大的辰光倒蛮好，我想让司机的兄总比徐大还要好，哪里知道他比麦老子还要凶。这皇帝哥哥总要跟赵涛讲一声，再比发起少外送钱发落。上玉帝称赞。想大后地大海，与其对对对闹，况且是一有后家。今后此次，非是送亲一儿，是定要将他再水，也要祭之完成，待神公亲自发落。上丞相这个我答应得了吧？后来我们倒还不能杀人，那我来讲闲话没用了，到外头去打仗。我要上，我要夺，我要放，我要武，要杀他的白虎道，举刀亡人，可不可这他拿来做自保？这公亲说，用兵不可用人，用人岂能用兵？请主公谁为臣命？皇帝哥哥，你看他，我没得出席打招呼，他还不答应。看来这次出去啊，凶多吉少。我同你再要想起追梦中三金人，会吹牛长不里说得了心啊手的呀！想刚才那谁本好你嘛不记得了还？举个地上像一股嘴破气，到无亲了就吃这个嘴啊！不吃嘴没好的。来，取金牌，送得来四样国宝当中一样，金宝拿得来。因为耳聋细致，甚至两字为玉米时神清灵。可见这块金宝谁三个可见我吹牛长，我这块金宝忙成红大海头金里讲一套，个万次后既最白一块，从此奉旨祭祭。皇帝哥哥，这个我不出去还要死啊！我又打起一来我，待到百世为朝，奉旨应祭。这皇帝哥哥，那么这个还叫雨水挂金吗？是啊，可是天台还分二人，上头两头金花头巾里将各块金宝上刀去，看立起来，那块金宝对准上层一走。个上中气呀！刚才你在不里拿着一块金宝，打到衣服上，到此结束，请听我。